体伫咱中间，互咱接受到在讯息会当真做是真实的，嘛互台湾真做是一个有从神来有对上帝来公义的心，特别是在即前的掌管的求主互因有对主来听的心，有对主来灵敏甲公义。咱即时为着咱的国家，咱的城市，咱开喙来祈祷。这是你赏赐一个美丽的报道，你予阮伫这土地上有侪侪无共款的人，侪侪无共款的话语，嘛有侪侪无共款的想法。总是主你掌管伫阮中间，你掌管伫台湾这个土地。主啊，阮的国家是属伫你的，阮的城市伫桃园这社区中间嘛是属伫你的。求主你来保守，特别是在即前的掌管的，求主你互因有对主来听，有对主来公义，有对主来眼光，会当看见台湾的需要，看见人民的需要，看见这个土地要安怎恢复伫主内底的创造。阮的祈祷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咱嘛要来到主的面前，咱继续来读这段经文。所以，囝若恁主，这时阵，咱拢是上帝的囝儿，咱拢是上帝所疼痛、所保守的。若是这时阵你心中有被疼的，身心灵有需要的，你的婚姻感情、产业有需要的，你的工作需要有你追求智慧的，嘛伫你若是有学生，你的功课，即嘛是暑假嘛，求主嘛，互这暑假有平安，嘛为着您这关
时阵，求主你亲自透过信心来应传。阮的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嘛来到上帝面前，为着主你来守望代祷，咱来读这段经文。耶和华，我要求着你，我的石盘唔通无体条我。若你对我真诚，我就亲像天无的人一样。我求着你，用你的知识所要求的事，求你听我恳求的声。咱这时阵要为着个人的认罪悔改，为着家己的灵命的成长，有甲上帝好好的关系，嘛为着本主日伫现在正在7楼、6楼升级礼拜，搁有这礼拜有中昼有阿加培灵修小组，下晡有短宣甲夏令营的筹备会，求主来引传，这是福音事工。伫向来时阵，要成做一个美好的见证。伫遮的青年甲儿童，自细汉就会当来明白上帝真理，为着因来祈祷，嘛为着这礼拜拜一开始，团队甲一寡青年要去台南参加青年的营会，嘛为着7月3号开始 AT， 因会来遮装备准备了，伊会去台湾大所在去传福音，嘛为着夏令营营前训拜5甲拜6来祈祷，求主引传人，不管啥物年会，透过咱教会内底资源，当工咱会当来为上帝来传福音，来加做因的帮助，嘛为着全人生命教育协会来祈祷。在学期末的时候，其实迄个时阵，这个生命教育已经要结束了。结果伫结业式迄天，校长来找余牧师，我迄时阵嘛伫遐，就甲因讲，这个生命教育因为课纲改变，所以已经无啊。纵使阮的心一直想着生命教育是这么的重要，所以伫迄时阵，伊就讲，伊要想办法，好，一学期中间有几堂课会当安排生命教育。结果起死回生，那下一个学期嘛有生命教育，但是求主来备办在志工，咱需要做时间会当伫这内面来加做一个服侍员，求主来帮助伫志工他们的身心灵有臃肿，嘛为着社区在做这个福音的事工的时阵，求主咱互咱有智慧，互咱有热情，会当加入伫中间同齐来服侍。这时阵，团队邀请大家听起来，咱为着这个代志来祈祷，嘛为着主你来祈祷，求主来帮助阮伫今仔日上帝透过伊的话来甲咱引传阮会当领受伊的话语，帮助阮的性命。安尼，咱只是开嘴来祈祷。主，阮来到你的面前，主，你是互阮性命得到自由的主。主，你是互阮欢喜快乐来学乐敬拜主。这时，我要学乐敬拜你，求主你备办阮的心，会当伫你的面前真做芳芳的祭，献上互你。求你感恩，引带阮伫遮的时阵有信心，会帮
线，有信心的提醒。伫主你的内面，我们要经历主，你感觉伫地，我有勇气，有主你来的信心，来看见主你伫阮中间。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全地中耶和华赐欢喜的声，恁就用欢喜的心来服侍耶和华，唱歌到伊的面前。兄弟姊妹，这时候请大家开嘴来学罗咱的上帝，天门大开，天门大开，你的应要降落来，天门大开，你的同在降落来，天门大开，你的应要降。是应要滚落，天顶地下已经白，万好耶稣基督圣洁有功，应要归伫你，天顶地敬拜地到永远，阿利路亚，阿利路亚。降落来，天门大开，你的同在降落来，天门大开，你的应要降落来，咱讲好努力，你是应要滚落，天顶地下已经白。敬拜地到永远，阿利路亚，阿利路亚。天门大开，你的应要降落来，天门大开，你的同在降落来，天门大开，你的应要降。
弟姐妹请坐。改变我的心。
是你引带我的心，靠主耶稣的心，靠主耶稣的心，我一生要我靠主耶稣的心，靠主耶稣的心，靠主耶稣的心，不免叫遐失败，主耶稣稳定我，是你引带我的心。是你引导我的心，是你引导我的心。一生的主耶稣，我来到你的面前，主，我来到你的面前，在阮的学习中，阮想讲，若是有拼，就一定会赢。总是伫人生中间有济失败甲惊吓。主啊，阮要来倚靠你，倚靠你是一生要得胜，是永生要得胜。主，我感谢你的恩典，互我会当来敬拜、学乐你的名。伫学乐的时阵，我的心、阮的目睭、阮的眼光，就提升到你的眼光，去看到主你的心意。愿主你引带阮，每一遍伫敬拜中间，以信心来引带、来医治、来安慰，互阮对失败、死路中会当搁一遍赢。因为主，你是赢过死亡权势主。阮的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做来吟圣诗，圣诗178首，求主用你圣神来充满我心，听起立吟全首。求主用圣神来充满我心，求主用圣神来充满我心，求主用圣神来充满我心，求主用圣神来充满我心。当我真心感受你回的主爱，求主真爱充满心内。当我真心感受你回的主爱，求主真爱充满心内。求主你用圣神来使阮舒服，求主你用圣神来使阮舒服，求主你用圣神来使阮舒服，求主你用圣神来使阮舒服。当我真心感受你喜乐的主爱，失去体验信心好海。当我真心感受你喜乐的主爱，失去体验信心好海。求主你用信心来找我出去，求主你用信心来找我出去。求主你用信心来找我出去，求主你用信心来找我出去。当我真心感受你心中的主爱，对全世界宣扬仁爱。当我真心感受你心中的主爱，对全世界宣扬仁爱。咱做来祈祷。创造万物全能的天父，天是你的座位，地是你的脚踏椅。你无所不在，强冲虽然大，也是伫你的业力中听候你的命令。海虽然广阔，但是无论什么时阵，伫倒一角落，当阮求叫你的时，你拢听去。信靠你的，袂得到见效；伊若仰望你的，要得到救。
邀见你的要得到祝福，行伫你的路的要得到保守，要得到怜悯，要得到赦免，要得到医治。遮尔好的代志，阮来报互人知，因为只有你会当，也只有你互阮会当得到救赎，得到永远活。靠着你，我要过得胜的生活。阮求你，互阮有坚固信心。当阮拄着困艰难的时，阮要祈祷恳求；当阮拄着欢喜的时，阮也要祈祷感谢。这时，阮阁一过恳求天父，阮的兄弟有诶有失去亲人的，求你安慰灵甲面同在；有身体欠安的，求你医治；肉体衰烂的，求你保守；出外求学或是工作或是旅游的，求你赐平安伫因中间。我的天父，全能生命教育协会是阮对外传福音的事工之一。借着这个事工，互阮甲政府机关以及有疼心的单位，做来服务社会。无论是学校生命教育的辅导，或是弱势家庭的关怀、物资的帮衬、乐龄的长照服务，友爱基金的结案扶持，教会啊，这拢在心内参与，求你纪念。经费的需求，也求你互因充足，互侪人因为这个事工入来教会来明捌你，来信靠你，灵魂来得到救赎，生命来换新。我的主，这礼拜是主日学的学生升级的日，因是教会将来主体，也是国家社会将来栋梁。无论是学业、身体、心灵，求主你保守、祝福这囡仔，伫因的家庭得到疼的养饲，互因平安长大，将来造福社会，来荣光你的名。全能天父，这个季节是暑期的开始，阮的教会有侪活动，无论是短宣还是夏令营，拢求主你掌权。伫暑假期间，求主你保守这少年家，互因出入拢平安，参加的活动对因的生命拢得到造就，伫将来成做因美好、搁值得少年的回想，甲生活上的帮助。感谢你，搁一过听阮的祈祷，求你赐福，求你怜悯。阮安尼祈祷恳求，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都来启用启文29篇诗篇119篇，启文29。因为无通指责，一声，这款人真有福气，听通上主的教示。一声，这人真有福气，这个人着安怎互生活顺捷？上主啊，我要专心找求你。我将你的话放伫心内，求你开我的目睭。我的心悲伤到要喙齿，求你互我无行虚假的道路，求你互我袂意爱虚假。伫患难中，我得到安慰。我受管教对我有利益。我若毋是意爱你的律法，我实在真意爱你的律法。
你是我脚前的灯。你的话一个解说就发出光。你的公义线到永远。这时听子弟团来献诗。
所以咱领受上帝话，记载伫《以弗所书》第6章第10节到20节。台语汉语本第223页，其他的版本请看银幕。《以弗所书》6章第10节到20节。结尾来讲，恁着踮伫主，甲伊开咱的权能来仰仗，着穿上帝全副的战甲，互恁会徛在来抵敌魔鬼这诡计。因为咱的交战毋是抵敌迄气的，就是抵敌这办政事的、这掌权的，甲即个暗世这君王，以及天中歹的神位。所以，恁着用上帝全副的战甲，互恁伫风险的日，笃定会调。到恁已经做成隆重的事，也犹原徛在。所以，着徛起在用真实下药，用义做护心镜，用和平福音的臂膀穿伫脚面，搁着举神的盾牌。用这个才会拍灭歹的一切火箭，佮领受拯救的头盔，以及神的剑，就是上帝的话。用逐样的祈祷甲恳求，时时伫圣神来祈祷，警醒伫这个，为着拢总的圣徒恳求无野先，也替我求，互我会得开喙，好胆来讲，互人知福音的奥妙。为着这个，我做挂铁链的钦差，也着求，互我伫这个奥妙会好胆照我所应该讲的。以上，这时请刘素先传道来讲道神军装。兄弟姐妹，大家平安。每一遍来遮的时阵，我拢感觉讲我的台语阁变好啊，嘿嘿。咱今仔日要来看《以弗所书》上尾的一段经文。咱拢知影，对今年开始，《以弗所书》一直陪伴咱到即时。伫要讲正经，我想先来讲一个故事，台语的哦。有一个故事的，是安尼，伊的太太去看伊的翁婿哦，看伊的先生安尼。毋过伊看的所在足特别，伊去监狱内面看伊，因为伊的翁婿互关起来。结果伊去看的时阵，伊想讲啊，你伫遮一定真艰苦。你伫遮一定真无好。结果伊问伊，这翁婿，伊翁婿甲伊应讲，无啦，甲伫厝内差不多啊。共款是袂当出门，共款是袂当啉酒，嘛共款是啉食真歹。若是你是这个太太，你会安怎？拄则有人讲，继续乖，乖到莫出来好啊。啥物时阵你会有即种感觉？住伫厝内甲住伫家楼内面是共款的。一般的人应该是袂安尼想，因为厝内真舒适嘛，真温暖嘛。总是伫现实生活中，有可能你的厝，互你感觉是家甲共款吗？互家己无真实的自由，我想对一寡人伊的心内。无一定迄是伊的厝，敢若家甲共款，可能是你的公司，可能是你的学校，上较严重就是你的教会，敢有可能？若是拄着遮个问题，咱会想讲，是毋是这个环境出了问题？咱会想讲，
是毋是这个人伊的心出了问题？嘛有可能你想的是彼此的关系出现问题。有问题，我想一定有答案。总是这个答案伫倒位咧？伫上帝的内面。以弗所书对第1章开始到第3章，咱拢知影，已经每一个礼拜，这半年每一个礼拜拢咧讲这。第1章到第3章拢是咧讲人甲上帝的关系。第4章到第6章讲人甲人的关系。总是今仔日看即段经文，敢有讲人甲人的关系？无呢？伊所讲的是啥物咧？是伫讲魔鬼的诡计，咱要安怎来赢过魔鬼的诡计？总是第4章到第6章，毋是咧讲人甲人的关系，甲这才有啥物关系呢？因为伫人甲人的中间，咱的心思意念，甚至毋是看会到迄灵的内面有那个敌对啊、诡计啊。我毋知影，你会感觉有啥物款的人是你的敌人无？伫你安尼想的时阵，你着爱知影，这其实是魔鬼的诡计，互你袂当甲人有好的关系。所以保罗伫遮，伊要提醒大家，今仔日咱要每一个拢爱亲对上帝来战甲，会当赢过伫世间上一切试探、一切的罪恶。互咱会当赢过魔鬼的诡计，活出属上帝的生活。所以，甲你正面的人讲，上帝的战甲只有基督徒有。甲你倒边人讲，就是我啦。所以今仔日分享有2个目的。第一个是领受上帝赏赐的战甲。爱刚强来徛起、徛在，无论是个人的问题，还是群体的问题，咱拢爱对上帝的眼光来看，先穿伊所赏赐的战甲，咱才会当徛在，咱才会当伫生命的问题中有真实、有迄个真理的答案。第2个是运用上帝所赏赐的这战甲，好大来见证。你穿这战甲，互你的性命会当无惊吓，互你的性命会当徛好在。啊，毋过为虾米是穿战甲，毋是穿西装，亲像传道即马共款，毋是穿洋装，不是穿洋装，不是穿运动服，不是穿 polo 衫。为虾米爱穿战甲？伫遮，咱拢知影，有做过兵的拢知影。可能即场有做过兵的比上一场的还要艰苦。对，这边有当过兵的，请你举手好无？当过兵的，好，手请放下。这是一个很荣耀的。我有一遍问过以前的牧师陈牧师，我问伊讲。男生当兵是什么感觉？伊甲我讲，他说：“如果你要拿东西来跟我换，我不换；可是如果你要再叫我去的话，我也不去。”伊讲完了，我就突然可以理解，可是还是听不懂，因为我无做过兵，我唔知。总是基督徒伫今仔日的世代中，对保罗开始讲。基督徒亲像是上帝精兵，毋是带兵嘛吼，是精兵，所以爱赢。啊，毋过要安怎赢？要赢啥物咧？上帝要带咱对圣经来了解，而且穿这战甲，你着知影军人嘛，军人。等你做兵的时阵，你着知影，你要穿那个军服的时候，就是。征兵的时阵，就在待命的时候，就等一下也要出任务，
有任务的时阵，就在等那个时间，就在预备，或是你就正在操作。安尼的装备会表达伊背后，伊是属伫一个军队的，是有一个头的，是有一个王在带领的。嘛，表达这是一个生活纪律、生活习惯，这是他生活的习惯。5点起床啊，什么几点要干嘛，几点要睡觉躺平，不管你睡得着睡不着，也没有手机给你滑，你就是要躺在那睡着，然后几点就是又要起来。军人的生活，嘛表达伊所生诶，伊家己伫虾米款的环境。通常你会做兵，你会去休战，就是因为有危险、有战争、有冲突要发生，所以才会穿军装。这个人会带出行动甲影响力，因为经过的地方会怎样？那个荒场遍野，炮火连连。带出很大的影响力，他们有很大的破坏力，很大的行动力。啊，毋过伫上帝的眼光来看，是无共款的影响力。而且军装代表着毋是一个人，一定是一群人，一定是一群人，一个团队，就是咧讲教会。所以对上帝赏赐这个战甲来看的时阵，咱就会知影家己的身份。会知影家己的身份。对保罗伊所讲的，伊讲咱来读这段经文。结尾来讲，你着咱伫主，甲伊溃来权能来勇壮，恁着踮伫主。咱人拢有软弱，总是基督徒有稳定，因为伊相信这赏赐战甲的上帝。上帝赏赐伊的。这战甲，互咱来穿起来，是要真做咱全人性命的帮助。这原文伫圣经内面，毋是讲上帝赏赐的战甲，是讲这战甲是上帝家己的。总是伊将伊的战甲，互你穿。咱来思考看觅，若是上帝战甲，我敢会当穿起来？穿不住啊！伊的能力遐尼大，伊的能力、伊的稳定、伊的保护、伊的信心，我拢袂当比。总是上帝就是爱咱基督徒，会当有机会，会当有能力，会当有信心来面对人生的困境。所以保罗照着这战甲的这图像来表达一个。生命、性命的约，这约咱会当对两个人来看，咱就会知，这两个人伫旧约时阵是足好的朋友。然后经文说，引用性命在疼对方啊，在用生命在爱对方啊。这就我往上，在撒母耳记上有两个人足有名，一个人叫做。大比一个人叫做啥物？约拿单。因两个人是足好的朋友。经文说，伊疼大比，亲像疼家己的性命，就甲伊结盟。结盟要安怎结盟呢？伊就对伊的身躯顶脱掉他的外袍，互大比，脱掉他的衣服、战衣。战衣给大比，伊的刀、伊的剑、伊的腰带拢互伊。上帝赏赐伊的战甲互咱，就表明讲，伊要将伊的性命赏赐互咱，咱嘛要将咱性命授伫上帝。授伫上帝的人，领受对上帝来的性命，伊会当对软弱中。变做一个刚强、壮大的人，因为伊知影伊的性命毋是伊家己的，伊的性命的根源是对上帝来，咱就会当赢过伫困境中，伫你足艰苦的中间，伫你足失望的中间，会当赢过魔鬼的诡计。
所以穿这正甲，毋是你白白清清，请行来行去，敢若真缘投安尼尔，毋是，是要互人会当有能力来抵挡魔鬼的诡计。所以咱来读即段经文好无？因为咱的交战毋是伫地血气的，就是伫地才会办正事的，才会掌权的，甲才会按事。恁着用上帝专号的证甲，互恁伫风险的阻挡会牢，到恁已经做诚隆重的事，也永远卡在。伫每一个风险的日，咱会当靠主来徛在。遮所讲的遮恶魔、魔鬼，甲主导文上尾迄两句所讲的，叫阮脱离迄个啥物歹的，迄个歹的，甲遮所讲的魔鬼，遮所讲的这，互咱临到迄个歹的是共款的，是共款的意思，在中文里面，在原文里面，拢是共款的意思。总是咱爱想看觅，伫咱生活中，啥物是歹的，啥物是恶的，啥物是互人陷伫迄罪恶内面的。有神学家伊就安尼讲，伊讲恶就是善的缺乏，恶就是善的欠缺，就是没有善的地方。美善的代志无到遐，所以遐诚做一个邪恶的所在。毋过，咱咧想，最近有一个足有名的连续剧伫台湾，叫做啥物？我们与恶的距离。传道很推荐可以去看。这戏剧里面呢，互人看到的，迄个恶，敢若想象迄个恶，敢若无共。所以，阁有人讲，伊讲上大的罪恶、邪恶，毋是你做歹，是你伫每一项代志内面，你拢无要思考。第一遍世界大战的时候，德国人就是遵命行事，听国家的话，纵使他们杀了600万的犹太人，搁伫每一个国家中间引起战争。他们是奉命行事，我无行毋对啊。纵使你所行的，毋若是你家己遵命行事尔，还要想这代志是毋是上帝所意爱的？若是这代志毋是上帝所意爱的，全部的人拢在做歹的时阵，虽然对人来讲这毋是做歹，毋过对上帝来讲，全部的人其实嘛是行伫歹内面。人已经毋知啥物是好歹啊。所以伫遮，阁有一段经文讲到，圣经甲阮讲，其实上大的歹、上大的罪恶、邪恶，咱会当来读这段经文。这也无奇怪，因为撒旦也家己装做光明的天使。有可能你做真侪好的代志，做的真侪你感觉真美好的事，好的关系，总是伫你边仔迄位，你心内迄声音，可能就是装做光明的天使。人要安怎知影家己有行伫上帝心意内面？这就是今仔日保罗透过上帝赏赐的证据，免甲咱来分享的。即礼拜传道去到大城去上课，我去台湾神学院上课的时阵，我其实是去听一个叫做内在医治的课。总是这个课甲咱教会去上的内在医治的课有一寡无共的
无共的所在，就是伊讲到童年逆境。童年逆境是讲一个囡仔，伊自细汉开始，伊拄着负面真无好的经验，可能是惩罚或是什么什么，或是虐待或是什么什么，或是暴力什么什么。总是伫迄时阵，他还小的时候，伊无互人有好的引带，没有背后没有一个支持系统，帮助他健康平安的长大。结果伊大汉了后，造成伊无法度挽回的病症。有人很健康到40岁，雄雄有一天，伊突然就中风，伊毋知为虾米，我吃得很正常，睡得正常，各方面正常。结果发现伊自细汉开始，因为自细汉一直伫一个压力真大的环境，一直互人要求，伊总是有好的家己去面对的机制，毋过最后他的心长时间的心脏长时间的告诉自己是在极大的压力下面，所以即使他大汉了后，因感觉已经无遐济压力，伊的心阁会记伫进前迄状况，所以到迄时间到了，他就突然这样子就塞住了，他就中风了。我去生孩的时阵，我发现其实这歹的、这爱邪恶的代志，对咱成长的经验中，就一直咧欺骗，甲咱吓惊。我举一个例，有一个人伊非常的大颗，比团队阁较大颗，比2个团队阁较大颗，比3个团队差不多安尼。伊大颗到安尼200-300公斤，这是真实的案例。伊去看医生，为虾米伊要去看医生呢？因为医生甲伊讲，佳哉你有来，你若是阁无来，伊就准备要死啊，要单死，大颗到要死。真的有人胖到要死掉，这不是笑话，真的要胖到要死掉。结果伊看医生的时阵，他看这个医生，医生又跟他说：“你毋是爱看身体医生，你心内嘛爱看医生。”伊去心内迄医生迄面前，爱伫对谈的时阵，迄医生那个辅导员问伊讲：“你啥物时阵会想要食物件？啥物时阵一定爱食？你啥物时阵袂感觉枵？”结果伊在问话回答对答的时阵，上尾结论竟然是伊细汉的时阵有一遍互人强暴。我要讲哦，今仔日的世界，毋是查某才会当互人安尼，查甫嘛是共款。结果这个人，因为伊要保护伊家己，伊细汉的时阵没有适当的支持系统，没有引导，也没有人知道发生这件事。伊用食来保护伊家己。伊想讲，我若是大颗，就无人会欺负我；我若是生啊真歹、真臭，就无人要接近我。所以就安尼来保护伊家己。纵使咱即马知影，其实这个是谎言。你不需要透过这样来保护你自己。其实这个环境，其实上帝在保护你。人为了要让自己生存下去，会做一寡代志来保护家己。总是做这个代志时阵，是毋是行伫好的内面，还是行伫歹的内面？行伫会最终让自己毁灭的道路？有时阵人家己嘛毋知呢。所以，咱爱有上帝信心的引带，咱会当看见家己的性命到底是发生什么款的问题。这并这是咱教会去上礼拜伊伫的课的讲义，团都要讲，有需要的时阵，有时阵毋是身体，毋是情绪的需要，有时候是灵里受了伤，有时候是那个看不见的，像今仔日的经文，那个天上执政掌权的，咱所毋知影，可是神知道的。可能你已经受伤啊，你家己嘛毋知。
我感觉安尼就对啊。总是伊最后带来性命的灭亡。所以上帝爱咱每一个人爱穿正甲来加做精兵，上帝精兵。这就是我刚刚说的案例，这不是那个人，但是这是一个节目，在 TLC 旅游频道有播《沉重人生》，最近在播他的后续。这个人对大口要安怎变瘦？所以如果你特别肥胖，或是你特别有哪一些身体上的问题，可能它都不是外面看得到的问题，是里面的问题。台湾嘛，最近有出一本册，叫做《深井效应》，一定有讲到这个童年逆境。他们这个是医学的实验，是真实医学的实验，也是有数据出来。现在是一个很夯的话题，所以夏令营还是周末营的时阵，咱拢会足注意遮个囡仔，因的生活，因是毋是有好的被保护、被对待。咱最近嘛发现，有一寡囡仔有一个特别反应，这时阵就爱细腻，因是毋是经历着啥物款的代志？所以保罗特别用正甲来甲咱讲，当咱穿这个正甲的时阵，咱会当诚做上帝精兵。这个精兵是伊心灵拢有好的医治恢复，伫主的内面要诚做一个大能的勇士。第一项就是讲到，咱真理做咱的腰带，互咱会当诚做一个行伫正路、行伫上帝路内面的人。所以咱来读这段经文，耶稣甲伊讲：我就是路，是真理，是活命。若无对我，就无人就阮爸。真理，互咱会当徛好稳，互咱会当徛的时阵袂腰酸背痛、骹麻。真理会当互咱伫徛的时阵，会当知影正的路，袂行着行歪去。真理互咱的心，这真理是啥物呢？就是邀请耶稣诚做我性命的救主。所以有无书定定咧讲，迄耶稣主权的基督，就是咧讲这个代志。咱的心、心灵拢爱诚做以耶稣基督诚做我全灵性命的救主，咱才会当行伫正路，行伫上帝为咱备办好的道路。若是拢歪去，你当然嘛袂当享受到伫真理内面的自由。第二项有两个意思，讲伊的复兴镜所讲的是基督是咱的义。咱的义是啥物意思？咱来读。上帝互遐个无罪替咱诚做罪，是互咱踮伫伊内诚做上帝的义。拄则我有讲，迄穿正甲就是表达一个性命的交换。耶稣基督用伊的性命来交换咱的性命，互咱会当穿这个公义伫咱的身躯顶，保护咱的心。保护咱的心安怎咧？保护咱的心无活伫迄罪疚感中间。其实信主了后，基督徒定定嘛是有遮个罪的试探或是诱惑，可能甚至犯罪之后他悔改了，毋过伊就软弱，因为想讲我是一个罪，我就是一个罪人，我无可能变好，我就是一个罪人。虽然我信主，我还是一个罪人。结果迄罪疚感掠伊掠到暗。伊想要做代志的时阵，这个罪疚感来甲伊讲话；伊想要服侍的时阵，罪疚感来甲伊讲话；伊想要变好的时阵，你无可能啊，因为你有可能搁犯罪啊，所以伊就软弱啊。总是公义的复兴镜是要互咱的心，因为知影耶稣基督用伊性命来交换咱的性命，互咱的性命会当得到永远毋亡。所以你会当知影讲，我的心是保守伫上帝的公义内面。第二项就煞者就讲着讲，因为安尼，所以基督是咱的义，咱会当靠主来活出公义的生活。毋是讲
啊，我得救了啊，反正我就是会犯罪，我嘛也会悔改嘛，我就在犯罪再悔改嘛。无啊，耶稣为你安尼死，你唔敢会安尼做啦。咱会当做伫上帝面前好诶干净，互人去看着讲，一个人对罪恶中脱离了后，对迄失望、对迄惊吓、失败脱离了后，伊会当安怎活出迄得胜诶生活。所以，请正噶，那个是一个规律，是一个纪律，其实它是活出了神要我们活出的生命。你有可能有会去比较讲啊，你进前的生活是安尼，你即马是安尼。总是伫主内面，我拄则有讲，活伫真理内面，你才会当行伫享受对上帝来自由的路。所以这是咱基督徒这正教了后，嘛一直咧学习。第三个是平安的福音鞋，啊，这个福音鞋呢，嘛是有两个意义。第二个就是基督赏赐平安，互咱会当无伫迄忧愁，袂当袂伫遐惊吓内面。你行到倒位，上帝平安拢甲你同在。你行到倒位，拄着啥物款的代志，总是今仔日的一个困境中，你拢会知影，主甲你同在，你免惊吓。这是一个信心的表现，嘛是相信我已经穿这正教、穿这平安的福音鞋。所以这个人领受平安了后，伊到倒位，因为伊拢有平安。甲伊做伙的人嘛享受伫上帝内面的平安。所以咱来读这段经文，报好消息，传和平、福气的好消息，传救恩的对谁讲？你的上帝做将开下山顶到水，到几水哦。一个人会当传平安的福音，是因为伊知影上帝做王。若是上帝是咱的王，咱就知影咱是属伫啥物款的王，啥物款的环境，拢会当有主的平安。第四项是讲到这信德的盾牌，其实信德盾牌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信心的盾牌啦。就是信心的盾牌意思。伫迄时代，盾牌的结构甲即马无共。那个时候呢，咱会当看架柄迄图，这是自己做的。那个盾牌，你看上面有灰色，下面有灰色。其实较早的盾牌就是上面一片铁，下面一片铁。中间是兽皮，比较厚的皮革兽皮。伫经文中讲，会当用信心的盾牌来抵挡一切火箭、灰箭。那以前的箭呢，就是弓箭的箭，不是像我们现在那个发射那种，很像什么火箭的。我们现在想的火箭跟以前的火箭不一样。他讲那个火箭是那个拉弓的箭，然后前面会点那个火。啊，点那个火呢，以为他要射出去，要杀别人嘛？啊，毋过盾牌会当安怎？盾牌会当抵挡，要安怎抵挡？就是中间那块皮革，兽皮的皮革，因为会让它温弹，就是会把它弄湿之后，然后去当那个盾牌。结果那个火箭射过来的时候，因为火碰到水就会熄，就燃不起来，所以因较早时阵迄个盾牌是安尼。所以伊才会讲可以抵挡一切的火箭。我们生命里面，咱生命中间有最时阵，有人想袂到的困难、危险、压迫，是这样念吗？压迫会到我们的生命当中。纵使上帝早就知影对付火箭要用什么样的盾牌。对付我们的困难，咱的困难要用啥物款的盾牌？上好
就是咱的信心。啥物款的信心呢？仰望信息的基督才会信心，因为基督的信息，咱会当诚做一个有信心的人。啊，你讲你的信心爱有偌大？根本讲，亲像芥菜种就会使啊，这么小，根本拢要看无啊，拢要看无啊。总是伫主的内面，微细信心嘛会当成长大汉，诚做互人看见的见证。所以这顶牌不是讲就这样一个盾牌就这样好，不是这全部穿起来，全部穿起来就 OK， 永远就是这样。无，这是会变的，会越来越厚实的，是越来越大的。那个保护，那个力量，迄个公义，迄个信心，迄个平安，是你愈来愈确定，这就是我的上帝在保护我，这就是我的上帝赏赐我平安。第五个，救恩的头盔，救恩的头盔。啊，顶边有牧师在讲道时阵就有讲，头伫迄时阵意义可能较接近那个比较接近供应，就比较接近供应，比较接近这个源头供应的源头，比较讲的是这个。所以咱的性命有救恩的头盔，就是咧讲，咱伫虾米款的时阵，拢有上帝救恩诚做咱的供应，拢有上帝救恩诚做咱的亚看甲保护。救恩的头盔，互咱会当去想到上帝伊救恩的源头要供应，互咱的性命有望。上尾一个是圣灵的宝剑，信心的宝剑。这个宝剑好看起来，全部的这个剑架内面，只有这个剑架是攻击别人的。总是用啥物来攻击别人呢？就是用上帝道，就是上帝的话，就是行伫上帝的路。所以，当耶稣拄着试探的时阵，伊嘛是用上帝的话来回应。伊嘛是知影用上帝的话会当诚做一个攻击的武器，会当赢过你即马拄着的患难。伫遮一切战架拢装备完全好，所以咱要那个修正嘛吼，爱起来精进啊。结果保罗伫遮有话讲完了后，就甲大家讲，当恁被办了后，就爱随时来祈祷，随时大款的方式来祈祷。总是伫这祈祷内面要安怎做咧？这真正竟然是要爱咱来祈祷。啊，这祈祷是要安怎做的？第一项就是要倚靠信心。当恁穿好战甲，我的心灵拢健康，拢伫主的内面。主爱咱来祈祷。为虾米款的代志来祈祷？毋知。倚靠信心，信心要引带咱行伫伊的道路，知影即马要为着虾米祈祷，即马要为着7月8月来祈祷，即马要为着我的亲情来祈祷，即马要为着香港来祈祷，即马要为着台湾政治来祈祷，咱就会知，倚靠信心的时阵，咱会知要为着虾米来祈祷。第二项。伫这修正，伫这精进内面，咱爱随时随处。伫创世记有一段经文讲，有一个人叫做以诺，伊随时随处怎样？甲上帝同行。伊甲上帝同行到后来，上帝讲啊，你免死啊，就把他直接提走，他也没有死。伊上尾是甲上帝同行到天上去，同行在主的里面。咱伊就形成这款的生活，有主的同行，我什么好处都不缺啦。有主的同行，我不会遇到任何的灾难啊。有主的同行，
我有喜乐甲平安，逐工甲我同在。第三，保罗提醒讲，伫基督的内面，嘛伫今仔日经文内面，咱来读，用大样的祈祷甲恳求，时时伫圣神来祈祷，敬请伫即个为着拢总的圣徒恳求无野线，为着拢总的圣徒恳求无野线。你讲我无代志要祈祷啊？无喏，你看你边仔的人，你就知影有真侪代志还袂祈祷。保罗邀请每一个基督徒，称上帝正价了后，就是爱起来，诚做一个倚靠信心，伫逐所在诚做祝福，诚做一个基督的人。伫遮，咱要来看一段影片。伫讲这影片，伫咧看这影片的时阵，我会讲这影片是发生啥物款的。